台南旅行，漫步海岸路，走进神农街是许多人的旅游选择，但很少人知道，300年前脚下曾是一条条通海的河道，船来人往，香火鼎盛，是港口最热闹的时光。这里就是清代最繁华的港市五条港。从18世纪起，五条水路穿梭府城，承载货船、人潮与信仰，也让台南成为当时全台最兴盛的水路枢纽。台湾在大航海时代里面的位置非常重要啊，包括台南就是台湾开台的首府的地方嘛啊，从荷兰人时期到清代到日本时代，这个位置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刚好在大航海时代里面的中间的位置所以说这边就是交商群聚的地方，大家都在这边做生意，尤其是南市街啦、北市街啦重点以前的海岸线是在赤坎楼的外面往西慢慢陆浮起来，陆浮会慢慢淤塞起来所以说我们需要人工的疏浚、人工的开凿就从北到南分别有五条港道从北开始新港、前港然后佛陀港，然后南势港，然后南河港安海港有这个5条港就对了然后因为这边的港道很小，所以说从厦门进来的船到鹿耳门那边要再换小船再进来，因为内陆运河它的宽度没有很大，所以说就换小船才进来到5条港这个地方。神农街以前叫北市街嘛，这个街屋有很大的特色1楼是店面2楼是仓库一般的船从换小船进来的时候是从街屋的后面进来到港道里面，然后从后面卸货，形成说整排的街屋早期这边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嘛。以前为什么三交叫高官就是我们做生意里面也有分中盘、大盘阿毛温期。像这边就是店面就对了也有交商，就是说你货物进来里面做得换一些这文企业他要来这边买货就对了。其实有很多文史资料都有写下来，就是说当时我们在5条港的时候，在我们西螺店接官亭那里到大井头那边这一段有一个叫井亭夜市。这个夜市兴盛了大概近100多年，在历史记录上是有的。井亭夜市闹如何？交易难登几度过？不是日中为古制，海关甚至晚来多为什么是这样？大井头跟接官亭闹非常热闹交易难登几度过，就是他交易都是晚上在交易，不是日中为古制。一般交易不是都要白天吗？它是晚上。海关甚至晚来多，因为是在晚上，在海关这个地方然后来这边交易，然后可以喝酒可以聊天，所以说在南市街那个地方就很多所谓的因为交易往来做生意的地方，酒楼茶室就相当的多。因为贸易的关系，这边有很多交商，有很多庙宇所谓的庙宇就是因为5条港5大姓嘛然后5条港道就是慢慢淤积嘛后来就变成地下水道就对，其实它都在，因为我们地下水道都会加盖嘛，所以就看不到5条港的遗迹，但是在我们这个地方里面就看到一些街屋、一些老庙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三交的总部水仙宫都还在，还是可以看到5条港它变迁的遗迹就是一个时代的延续这样子。虽然河道早已填平，但那些与港口共生的事物仍静静守在城市的角落里。其中一座金华府便坐落在过去的北市街，也就是现今游客川流不息的神农街上。它不只是府城西区的重要信仰，更像是港式时代的缩影，默默护着5条港曾经的流动与繁华。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5条港里面有5大姓。这个神农街里面以东西姓许的姓寇以姓许的为主就对了
然后他们在姓许的人在这边以前是他们的家庙所以说里面的主事神明可是关帝呀为什么是关帝呀就因为我们做生意嘛商业做生意就拜关帝爷为主就对了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用金华府一般的庙名都是什么宫啊什么庙啊，但是它就是少见以府为命名的庙名就对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是清代还留下来的木构建筑非常的少见，然后还是街屋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街屋相对就没有那么宽广嘛我们讲东西等那个架材的那个尺寸就对了所以说街屋就是共用连续壁的方式所以说就很少见说在路的一般庙都是在街的头还是街的尾不然就是路冲的地方这边就是很特别，就在街的中间因为以前是家庙的关系，然后姓许人都在那边生活。如果说需要欠缺什么人力的话，人来一下探听，来打听说我需要什么人力还是怎么样？这边也是一个人资中心需要工人的地方啦，是需要什么人都可以来这边请教就很方便，就拿到答案就对了。听老师说，以前的金华府其实是坐落在县址对面的位置。自从1913年搬迁到县址后，陆续经过几次修缮，却仍维持修旧如旧的古朴风貌。相较于神农街上几番的风貌更迭，金华府反倒是古今一辙，轻轻地用着一砖一瓦，诉说着五条港曾经的百年风华。如果说今天的纽约曼哈顿是高楼林立的金融中心，那么当年繁衍交汇的五条港就是南台湾航运经济中枢。除了神农街的热闹，金华府的香火，当年海岸路这头还有一座水仙宫藏身在市集里，独自记忆着老港口的生气蓬勃。这里供奉着水仙尊王，在过去那繁华兴盛的年代，它不只是船工与商人的信仰依靠，更是府城商业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心脏。水仙宫是五条港的上重要的枢纽的位置了之前的南势港也港道给通到水仙宫的前面就对了这边是三交的所在地所以讲这是伫府城内底上大间的庙府嘛上水的庙府，所以讲你会感觉讲这边很大，但是你不知道咱的传统街屋咱受限材料的关系，正材我们说的正材，它的统一尺寸最长它等了一丈6是4.8米而已，所以说你在街屋看到还是传统的庙宇看到这个牛一想跨个安那所以说一紧绷嘛4米的4米4呢，但是你来看水仙宫，它几乎它是它的2倍，高达快要9米所以说你就知道说水仙宫有多大，在文献上记载里面，它就是府城里面最漂亮最大的。这边有潮州工匠雕龙画栋，非常的水伊重点是保护航运的安全一般我们船只要出去的时候，拢会来甲水仙尊王禀报，甚至古早拢会甲宝贝的时候海当出航就对了然后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给讲伊头前有一把天顶啦可是讲你从外面从安平慢慢进来的时候，你远远的地方可以当看到水仙宫的7把天顶就对了所以说它有一个灯塔指标的意义所以说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地方的三交所在地嘛，所以说这边有成立一个三义堂三义堂就是说北交、南交唐交迄个交商拢成立一个商业同业公会的这个所在，然后他们会有仲裁一些业务啦，包括海关航运度量衡在这边就会看到一个公陀就是讲头金鸟，比如讲你这有够一斤无用公陀来请个知影讲这有准无准就对了，所以说它变成了一个商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仲裁的角色就对了。要不是香火缭绕的水仙宫如今仍伫立在市场之中，我们可能不会想到，这座如今人来人往、供应日常所需的水仙宫市场，
300年前其实更加繁盛热闹，那时的它不但是商业枢纽、信仰中心，更是南来北往、南北杂货的重要集散地。早期的文献记载咧，在300年前在外口有500几间的商店街曾经发生了一个火灾非常的严重。那你可以想象啊，300年前有500间的商店在这个地方，那你就知道说，早前水仙宫的前面是非常的热闹。18世纪的五条港曾因水陆交汇而熙熙攘攘，在众多的贸易商品中，有一样至今仍存在于街巷，见证着当年的流光岁月，那就是过去透过北市港、南市港引进的中药材，也造就现今水仙宫周边的中药行密度高居府城之冠。位处神农街街尾的药王庙正是其来有自，他们让五条港的记忆持续在旧城街巷中缓缓流转。我们今天有海神，就会是可能大家会想到是妈祖；那可能今天有河道，大家保护平安，就会想到水仙尊王，那所以会有水仙宫。那我们在药王庙，自然就是在药材的集散地，那就会有重要的守护神，甚至是也是农作物、稻谷的守护神，就是药王庙，就是神农大帝，就是神农氏的一个方向，让大家可以去祭祀去拜拜，就也是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聚落。台湾早期就是瘴疠之气很多的地方，高湿高热，然后因为卫生不好然后流行病就很多比如说痢疾啦、鼠疫啦，以前这种传染病非常的多所以说像药王庙这个地方它的庙的前面早期就是很多汉药店、中药店就对了因为为什么会拜神农大帝？因为神农大帝是他们的行业神明，神农尝百草嘛然后以前在药王庙里面有一个叫药材教就是我们现在的中药的商业同业工会就对了。中药房其实，在水仙宫附近这么多，是因为五条港以前就是运送货物的港口。那有5个港口，那尤其是南市港跟北市港，以前都是比较属于在承载南北货或是中药材的一个河道。那这些河道的林立，刚好它就中间就刚好是民权路，所以其实以前都是在那边卸货然后包含到说整个去运送卸货，然后到整个中药材可以去做贩售，然后再批发。那到后面的零售，所以你会发现在水仙宫市场那边是民权路3段，那你会比较是属于批发商会比较多，而且中药行林立。那民权路2段甚至1段往上走的话，就会发现都是消费，都是零售而已。我们同德药行所在的地方是南河港，然后我们旁边这个民权路就是也是靠近就是北市港这里。那这一段你会发现说，现在的路段里面大概200公尺内还有20几间的中药房，这20几间是因为有几间后来因为法规的关系，慢慢的关起来。要不是有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忆，还有街坊上仅存的中药商行，我们对府城的印象可能就止于让人垂涎的美食，而忽略五条港过去逐鹿千里的盛况，还有药材贸易南来北往的繁华景象。但话说回来，为何当时称作福尔摩沙的台湾宝岛会有如此庞大的药材交易量，还一度叱咤100余年的时光呢？台湾生产药的东西比较少所以说都要从大陆东北那边进口进来所以说药材里面在我们民生里面是非常大众的。其实中药材大部分有85%以上都是来自中国，所以很多中药材一些像包括蛤蚧，通常是来自梧州。那还有就是红枣、枸杞，通通都是来自中国。像如果说是香料，黑胡椒、白胡椒，就是来自马来西亚是最好的。白胡椒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好的护胃的一个帮剂。那另外就是像姜黄，我们常都说吃姜黄对身体很好，它是一种天然的抗发炎的天然食材。中药不是只有治病，它也可以养生所以说树形汤嘛、茯苓膏嘛、当归鸭嘛有很多的中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养生的饮品，医药同源还是说养生同源中药就是这种药膳也可以保养，也可以养生，它具备很多的功能。尤其很多的中药店是开在庙的旁边，包括大上帝庙沿路有很多庙，包括新济公拜保生大帝他们旁边都
都是中药店啊，因为以前有药签，药师法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有的东西就不能乱开乱卖就变成了中药铺也慢慢没落。中药行会没落，其实这关系到我觉得应该法规吧，就是慢慢的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执行，我觉得还是有它的那个方向，可能像健保的制度啊，或等等，或是中医师，我觉得这其实关系到很多的产业，不是只有在中药房就能够说，我中药房没落就是没落，也不是这样啊。就像是健保的出现，就是大家民众会觉得方便性啊，或是说甚至是在费用上，大家现在都是小家庭，然后2个人在家里就很难会有时间再去熬煮一些中药来，或者说要用这些中药来炖补，大家都吃保健食品比较快。在中药房，你买的是一帖药材，你回去可能还要加工，你还要去熬煮。那功夫上你也不知道炖的好不好吃，家里面的人会不会说这个好难吃，我不想吃。对，但是其实那如果要这样子，那我可能就直接去中医诊所，我就去看诊拿药，这样的方式我都可以直接及时，不用说买一帖药材回去还要煮，要炖鸡呢，炖排骨要炖哪个部位，就是很多的美感，就真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掌握的。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变迁啊。对，就是不管是法规也好，或是说时代变迁，那就会关系到整个产业的一个兴盛跟衰落。位处开基武庙附近的博仁堂，过去就位在5条港之一的佛头港上游，而这间经营100年的老字号药铺，如今也是造访台南的必游景点之一。其最负盛名的，莫过于家传的药膳中品和养生甜点，让旅人可以一饱口福，吃补不吃苦。其实我们当初就是转型开始，那以前爸爸就是中药房，阿公都是中医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下，那我们想说就是在2015那时候就比较夕阳产业啦，就是比较算被弱势团体这样子，那就发现说，原来那时候的中药店其实真的不好经营，你不改变的话，那接下来可能往后就没有下一个10年，那可能到我们这边就停止了这家店的一个营运啊，就整个可能家族历史就不见了。对，那我们从转型这件事，就是发现说，一开始我们没有设限到说一定是给哪个年纪啊，或是年龄层来喝这样子。其实我们只是想说，把以前的故事先分享给大家。我们的想法呢，就一开始是从分享故事，那这边以前是一个很好的据点。比如说，可能像中医师工会的会址也在这边啦，然后甚至以前阿公的故事很多，就是在这个5条港里面，或甚至是在整个台南市这个区块，其实它以前都有一些影响力在。那想用这个故事的方式来去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介绍啊，就是这件是一个有特色的店。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啊，第二个是想说，那年轻人这个区块怎么去拉拢到，让他们会喜欢？我觉得那就是可能而后。就会想说，其实以前中药房啊，就是可能像我们大家民众会来这边跳油啊，就是那种什么十全大补啦，或是说，可能想喝个素不辣。那既然这样子，其实就是我们踏入药膳的第一个开始。中药行的药柜就像是井然有序的时间见证，在过去，一味味的药材是你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处方，但时至今日。在每一帖药的背后，其实也是一段跨海而来的日常。所以，如何将中药生活化，不只考验现代民众的接受度，对许多业者来说，更是能否成功转型的制药关键。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吃到很多的一些食材药材，就像是比如说卤肉饭，它就是有八角啊、胡椒粉，都是我们日常生活都会吃到的。那这些东西其实就可能像我们在5条港。那时候就是有一些药胶，就是然后跟息息相关的日常，所以才会就是用这种让民众去补充体力的方式，对，走进生活，这样是我们也很想看到的方式。我觉得药房的转型改变啊，不是只有在一个单一店家，其实我觉得一个社区的影响力，或甚至是说到地方可以去协助大家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从2022开始，我们就开始来做地方创生啊，或是说办市集活动。那还有一些就是中草药系列的一些走读小旅行，或是甚至我们今年也会开一个走读旅行，就是跟中医药相关的，就是可能从庙口开始走，那走几个药房啊，然后就代表性的，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体验活动啊、手作课程，就是希望这种方式去带动到大家说，其实中药这离大家的生活很近。
其实一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出现。其实它不会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要调整好，它就自然就没有问题了。因为现在会抓补药帖的就是越来越少，那比较奇特的中药大部分都是补身体的，或者说一些治疗疾病的。那通常这些治疗疾病的大部分也都是一些老中医可以，就是他们会使用。那现在的中医师他们的用药习惯就是通通都用科学中药比较多，对，所以这些药材就越来越慢慢的看不到。所以一些像海飘小，它就是乌贼的那个软骨头，那通常我们在菜市场看到，可能你就会把它丢掉。那可是实际上它是很好用的中药，它是中药里面的制酸剂。通常你如果胃食道逆流，或者说你有胃酸的时候，那现在中医师也是会把它拿来开药方给客人用。对，然后蚕宝宝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哦，它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就是慈禧太后用的玉容散里面，它那个美白用的玉容散里面21味药里面的其中一味。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因为说它是动物用药，有的人用了怕会皮肤过敏，所以很多人在玉容散里面就会把它给拿掉，为了现在的安全起见。然后这一只蛤蚧呢是我们家的网红，大家都会猜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只大壁虎。所以壁虎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呢，它看遇到有危险的时候，它会断尾求生。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它最好的功用就是在它的尾巴。可是实际上不是，它是整只都可以使用。然后要使用之前，我们会用酒精灯，用火去把它烧烤，就有点像是把它消毒过的状况，但不要把它烧焦。然后再把它入药，你可以入药补药帖或者补药酒里面，它固肺然后固肾的功能都非常好，所以通常一般的补药帖或补药酒里面就一定有它。然后再来就是通常我们如果去山上玩呢，你会看到树上或者树下就会有掉这种蚕壳，秋蝉的壳，那会掉到地上。那现在很昂贵哦，现在一斤要4-5千块，跑不掉。那所以你如果到南投的树上会很多，你可以去把它拿回来清洗干净晒干，它就可以入药了。那它做什么用呢？它通常就是我们在中医里面，如果常治皮肤病，任何的像你荨麻疹或者说湿疹或者任何跟皮肤有关的，一定会拿它来入药。那除了它呢，另外这是也是蚕宝宝用的，这是它的蚕衣，做布做衣服很漂亮丝，就是用这一个，然后去把它抽丝，然后去做衣服，那它也是可以入药的。那它通常就是来做一些，就是治疗一些痢疾，或者说是口腔方面，就是一些溃烂的状况。看嘉玲姐对各项药材如数家珍，便能清楚感受她出身药材世家，而她的处境就跟博仁堂一样，在面对时代变迁和生活样貌改变的同时，必须思考如何理出头绪，才能让百年药行重新反转，化危机为转机。因为其实大家现在也有一些很多食安的问题，那大家就会对一些动物用药的一些安全会比较有疑虑，所以一些像蛤蚧啊、海龙，那他们或者说一些哈士貘，或者甚至有一些有毒具的药材，像一些蛇类，还是蜈蚣、全蝎这些有毒的东西，大家疑虑会更大，就不敢使用。因为其实这些药材很重要一点就是都要泡制，那泡制的功夫到不到位，大家都会有所担心，然后在不能信任或者不认识的中药房的情况下，他们不敢随意的轻易的去购买。以前的人比较重视食疗，那就是把身体养好了，你就不用去找医生。中药房其实是一个交流的社区中心，就是中药房的老板跟顾客之间是一种采取一种信任的态度，就是彼此当作家人，当作朋友。所以我今天要给你的东西，我是把你当家人，所以我的东西不好的话，我也不敢给我的客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配合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然后慢慢的做比较多元方式的一个经营模式。那可能在线上，在脸书，然后在 LINE 上面去做经营，然后我们的产品也慢慢的偏向于大家的生活习惯，让它便利化，
做成茶包，然后做成大家可以接受或者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特定活动上，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香料饼干，做肉桂卷，这些其实都是大家生活中可以运用得到。那甚至说可是你说这些只是生活上实用的东西，可是真的你肉桂卷，你大概好的肉桂去放在肉桂卷里面，你大概吃个1-2个礼拜，整个冬天你都不用担心你会冷。其实这些所谓的中药材，其实本来就是来自生活的。我们是从生活中的习惯去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对身体好，或者说可以治疗我们身体的某种状况，它才会变成药。它原来都是食品。所以从神农尝百草那时候开始，它其实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然后去告诉我们说，这个药可以说治疗我们的眼睛，这个药可以治疗我们的皮肤。那其实大家都是从经验中去累积。我们说中药不科学吗？其实它很科学，它从几千年是累积下来大家的经验，累积下来说，这个食物可以治疗什么病，然后我们才来把它当成药材。所以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东西，枸杞加菊花就可以顾眼睛，甚至它比就是叶黄素的效果还来得好。那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些习惯慢慢的累积下来，那变成说我们现在都会建议你食疗胜过你用药去治疗，而且这些食物大部分都来自大自然，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那你用同样大自然的东西去调理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自然的平衡，你不会说是一个单一物体去介入身体，而让身体产生不适应的状况。台湾比较湿热，那你可以炖一个平常喝汤一定会喝汤，吃饭会喝汤，那你可以用四神的话，它祛湿又固脾，那你就是平常煮汤以它为汤底，那放进你喜欢吃的蔬菜，或者说放进你喜欢吃的排骨肉类都可以。你就用生活上的饮食去调理，那你身体的话就比较不容易出状况。中药材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小时候就是常常就是在家里看到家里有个人参片，可能就拿起来当零食吃。然后其实这些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并不是特地说要去养身体，而是说这个东西就好像是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你这些东西你可以让你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除了养生以外，就中药它应该最大意义，对我而言应该是可能在传承上，然后跟一些它是有故事性的，它不是说今天就是我只是单纯买卖一个方式就没有了。那其实是对我来说是有故事的。那可能有长辈的传承经验，可能看到哪一味药你就想起长辈，就是会有一个故事性的延续。可能这味药在吃什么，当年还是怎么去教导我们。我觉得是一种延续吧，传承吧，就是跟大家看到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方向。五条港的水退了，但记忆没退。从庙城到市集，再到药乡与老街，五条港留下的不只是历史，更是府城的生活样貌，还有100年来历久不衰的风华绝代。